粵港澳大灣區知多啲知，粵港澳大灣區係乜嘢？成日聽新聞講粵港澳大灣區，究竟係咩嚟㗎？喺國際上，灣區一般指嘅係圍繞沿海口岸分佈嘅眾多海港同城鎮所構成嘅港口群同埋城鎮群，由此衍生嘅經濟效應被稱為灣區經濟。中央喺2017年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即係由香港、深圳、惠州、東莞、廣州、佛山、肇慶、江門、中山、珠海、澳門9個沿海鄰近城市同2個特別行政區所組成嘅9市2區城市群嘅發展規劃，係繼美國紐約都會區、美國大洛杉磯地區同埋日本東京都市圈之後，世界第4大灣區。